對眼唔好。記住呢5種護眼食物，食完對眼自然又清又醒神。第一種，深綠色蔬菜，好似菠菜、羽衣甘藍呢類菜，入面有好多葉黃素同玉米黃素，佢哋就好似對眼嘅天然太陽眼鏡咁，幫你過濾藍光，直接保護黃斑區。第二種，橙色蔬果，紅蘿蔔、南瓜、番薯呢啲全部都係寶，佢哋含有大量 β、胡蘿蔔素同維他命 A， 可以幫手合成視紫質。如果你覺得夜晚睇嘢好模糊，食多啲呢類食物可以增強夜視力。第三種，多油魚類，好似三文魚、青魚、鱈魚，含有豐富嘅 Omega-3脂肪酸，唔單止對視網膜健康好，仲可以改善眼乾症，對成日戴隱形眼鏡或者睇電腦嘅人好有幫助。第四種，漿果類，藍莓、葡萄呢啲細細粒嘅果實，其實富含花青素同抗氧化成分，佢哋可以保護眼部嘅微血管，減少對眼嘅氧化損傷，減緩衰老。第5種，堅果同種子，好似杏仁、合桃、奇亞籽同亞麻籽，有好多維他命 E 同 Omega-3，平時當零食食少少，可以預防老年性黃斑病變，幫對眼打好底。